練習時，該區附近將掛起紅燈指示，各界人士切勿進入區內，以免發生危險。內地與香港一脈相連，每個人喺自己崗位全力以赴，共創美好將來。早上8點，新城廣播新聞報道。而家由余寶瓊報道新聞。美國國會參議院喺程序投票中未能推進已獲眾議院通過嘅政府撥款法案。美國全國廣